莫師傅，想學整月餅？迷你奶黃月餅。先將糖、牛油、固體植物油、雞蛋同埋吉士粉混合，再加入糖漿同埋麵粉，搓成麵團。之後將佢放入雪櫃冷藏40分鐘，拎返出嚟，將麵團分成10等份備用。除咗鹹蛋黃之外，將其餘做餡嘅材料搓勻之後蒸20分鐘，攤凍咗之後就可以加入鹹蛋黃碎，一齊搓勻，然後分成10等份。將月餅皮壓扁，包入餡料，再搓成球狀，就可以放入月餅模造型。喺月餅嘅表面掃上蛋漿，再放入焗爐，用220度焗15分鐘就得㗎喇。